伫开始礼拜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引带保守看顾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就是伫圣殿中间，要来透过礼拜甲你三亲近。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帮助阮安静阮的心，摆除一切所有无受伫你的这代志，互阮会当用阮敬虔的心来领受你所赏赐阮的恩典。亲爱的主，阮从今早起要服侍正当工，完完全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互阮伫今仔日的服侍充满快乐，求你掌权伫每一个细节中间，互阮会当得到你的保守，做美好的服侍，互所有的兄弟姊妹得到祝福，也互阮本身会当荣耀你的圣名。亲爱的主，阮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保守看顾教会所有的中级同工以及牧师，互阮会当看清楚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照你的计划去行。互教会所推动的每一项事工，所设立的每一个机构，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也互万民领受你的福气。恳求主你也赐福保守看顾阮的国家台湾，互台湾伫你的看顾下面得到平安。阮恳求主你赐福，互所有的台湾百姓，互阮会当搁较明白你，专心倚靠你。阮将这一切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因为万物拢出伫伊，我靠伊，归伫伊，愿伊荣光到代代。阿免。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因为伊捌行奇妙的事，伊的正手甲伊成的手骨，已经为家己行拯救。耶和华互人的伊的拯救，伫列邦人的目睭前显明伊的公义。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请咱大家用真快乐的歌声来学乐天父上帝。圣诗174首，圣诗174首，请大家起立。请大家做伙额头来祈祷，创造宇宙大权能的天父上帝。今仔日是阮特别感恩的日子，因为伫你创造上奥妙的中间，就是对于老母的身躯生出来一个生命。伊养饲即个生命的过程，亲像一首美妙的诗歌。有辛苦，有艰苦，有牺牲，有疼惜，就是你创造老母伫世间照顾阮，所以阮伫遮要献上阮无限的感谢。今仔日伫遮嘛祈求你的圣神，疼痛才会做老母的，也催逼才会做囝儿的。伫老母在生的时，爱好好来友好伊。即使若已经离开世间呢？阮兄弟姊妹嘛要互相相疼，照伊的教示，伊的吩咐去行，也叫你想事做老母的人有智慧，会当遵行你圣经的教示，成做囝儿的模范。天父上帝啊，伫2600几年前，因为犹太国的人拢拜偶像，无要听你的教示。所以你指示先知耶利米警告全国的人，都要往巴比伦来投降。若无要投降，就会灭亡。但是今仔日阮伫台湾，要颠倒头来往你祈求，阮无要投降。阮台湾的人虽然眼前有真大的危险，但是阮无要互现代的巴比伦迄个专制来统治。阮台湾的人有志气，阮要勇敢来面对威胁。阮欣赏你的真理，
阮以爱民主自由来统治阮的国家。恳求你，互世界的人看到阮有即个决志心意，互更较侪的国家会当徛伫公义的立场来支持阮。宇宙的主宰，为什么伫台湾即个所在宣扬你的真理、拯救的福音相当困难呢？为什么人民愿意将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当作神，却无要信靠创造管理即个大奥妙宇宙的上帝你啊？你对人类陷入伫最终的拯救，绝对甲别个生命无共款。阮迫切恳求你，互阮有够额的力量，来搁较拍拼宣告。你会当互阮好好来反省。有当时阮家己的行为，常常成做一个互人绊倒的窒碍。阮常常祈求你，爱管教审判敌人，无想到伫你的眼中，阮就是迄个敌人。今仔日伫遮相连教会每一位信徒，阮拢要照你的恩赐，谦卑努力，伫牧师所教导、圣经所记载、你所教义的种种服侍的事工，互阮信徒对真理有根基，对灵命有深度，恩赐有操练，生活有见证。这毋是口号。毋是阮周部的上头一页写水水的文字尔，阮是实实在在决志要去做，求你的圣神来激励阮，来引带阮。今仔日踮伫地球的人所拄着的大瘟疫、欠水、战争、难民、人种的灭绝，无一项毋是阮家己人类所造成的，连教会内部的组织拢发生争权夺利的见效代志，为着阮的罪过，阮要向你忏悔，求你赦免。阮伫遮，阮真正不配，但是阮要学习以赛亚，向你求讨。你是阮的老爸，你疼阮，阮是徒，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无放杀，求你将阮塑造成做你所需要的器具，求你互阮有一个机会改变。互即个世界，无论伫倒落，人人拢信靠你，拢有定心，互即个世界显现伊美丽的一天，亲像你当时创造美丽的世界一样。阮的祈祷无够，阮要用你教示阮上完全的祈祷文，做伙来向你恳求。阮伫天的愿你的名是越高越高。这时，咱要来启用第8篇，伫咱的圣诗后面11页，启用第8篇，伫圣诗后面11页，启用第8篇，我来启，请大家来用。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溃力。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
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按钱保护我，将我藏伫伊布边看捌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希望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带我伫平坦的路。即碟，咱要过来吟诗，学了上帝第278首。上帝原本是我牧者，278首，请起立。坐。这时，咱的儿童合唱团要来为咱来学乐献诗。头一首因要献的是我欢喜，我献喜乐感谢，
第二首是《妈咪妈咪我爱你》。
谢谢你们，可爱。谢谢儿童合唱团带领咱来敬拜上帝，愿上帝祝福因的服侍。这碟咱要来共读圣经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咱的新约头一本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现代中文译本是伫26页，台语汉字版19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耶稣离开迄个所在，退到泰尼甲西顿附近的地区去。当地一个迦南妇人人来见伊，话讲：“主啊，大逼的囝，可怜我的查某囝互鬼附着，真痛苦。”耶稣一句话嘛无回答。门徒进前来求伊讲：“请叫伊离开，伊对阮规路在喊。”耶稣回答：“我奉差遣，只有去敲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迄个妇人人一听见即个话，就伫伊的骹前跪拜，讲：“主啊，请帮助我。”耶稣讲：“摕囝儿的食物互狗仔食是毋对的。”迄个妇人人讲：“是啊，主，总是狗仔嘛食主人桌顶落落来的饼油啊。”耶稣讲：“妇人人，你的信心真大，照你所爱，甲你成全。”伊的查某囝伫迄时就好起来。愿上帝祝福照伊的话去行的人。这时，咱的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要来传讲信息，伊的题目是“迦南妇人人母亲的疼”，请大家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母亲节，牧师伫圣经人物系列中间，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中间记载的老母。这老母圣经无记载伊叫啥物名，但是却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母亲。所以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即时要来静静听候你的话语，求主你透过今仔日的圣经，亲自对阮讲话，也互阮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透过安尼，阮的生命要得到利益，也要领受祝福。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看到今仔日的故事，今仔故事是关系一个迦南的妇人人的故事吼。这个故事一开始讲，耶稣离开迄个所在，到泰尼甲西顿的附近去。突然间有当地一个迦南的妇人人来见伊，这是迦南的妇人人，就是外邦人吼。看到耶稣了，就话讲：“主啊，大逼的囝，可怜我的查某囝被鬼所附，痛苦不堪。”咱看到这个迦南的妇人人吼，伊其实有几个真重要的特色吼，就是伊的处境甲伊的困难，咱来了解啊。首先，伊是一个迦南的妇人人，迦南的妇人人就是伊毋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咱来知吼，伫即个泰尼甲西顿即个所在，即两个城市吼，伊是靠近地中海两个真重要的港口。即个城市，即两个城市因为经济上吼真富裕，所以因的百姓就比较奢华，而且充满真侪只的邪淫污秽代志。
所以久长以来犹太人就看这城市的外邦人无清气，拢甲因对敌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这个迦南的福音人若毋是真正走投无路伊应该无可能来找耶稣，可能伊已经用尽所有的办法，无法度伊互伊的查某囝得到救，所以伊就来找耶稣伊必须要透迄种迄个下过即个种族甲血统的隔离来找耶稣。伊为虾米要安尼？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伊的查某囝被鬼所附，非常痛苦，所以伊期待耶稣会当来帮助伊。可能伊过去捌听过人讲耶稣有迄个医病赶鬼的能力，所以伊感觉只有耶稣会当拯救伊的查某囝，伊就只好来找耶稣。伊看到耶稣了，伊称呼耶稣个主啊，代笔的囝。咱来理解一个外邦的福音人伊应该毋知影啥物叫做代笔的囝，因为代笔的囝这是以色列人这对迄个弥赛亚的救主的一个称呼，所以真明显伊就是对别人话的不管安怎，伊要对耶稣来得到拯救，所以虽然伊对耶稣的认捌是有限的，但是为着伊的查某囝缘故，伊不得不来找耶稣。所以咱对安尼，咱会当理解这个迦南的福音人，伊的查某囝被鬼所附，真可怜。所以伊可能已经用尽所有的方法，拢一直得袂到回应甲医治，所以伊必须要下过这个种族宗教上的限制，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助耶稣。这就是这个迦南的福音人伊所拄到的情形。接续咱来看耶稣，耶稣一开始的态度非常奇怪，因为圣经中间讲，耶稣一句话嘛无回答伊一句话嘛无讲，点点。随上咱来理解，耶稣点点并不是代表拒绝，有时阵耶稣点点是有目的的，伊要借着安尼来对这个妇人人以及身躯边的这门徒做一寡教示。但是门徒忍耐袂牢，因为这个妇人人可能发了真大声，所以会影响因的行程。所以门徒就来求耶稣讲：耶稣啊，你赶紧叫伊离开啊！伊安尼对咱一直发，会影响咱的整个的行程。叫耶稣就开始回答第一句话这句话真特别耶稣来回答讲：我奉差遣，只是去敲找以色列人中间迷失的羊。这句话其实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就是咱来理解这个妇人人，伊毋是犹太人，伊是外邦人。伊对耶稣的称呼，咱看伊一开始称呼耶稣是主，是代笔的子孙。拄则牧师有解说过，真明显伊对耶稣的身份完全无了解，伊只是对别人称呼耶稣。别人叫耶稣是主，伊就称耶稣是主；别人称耶稣是代笔的子孙，伊就称耶稣做代笔的子孙。伊根本毋知是啥物款的意义。所以耶稣大讲：我奉差遣，只是去敲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意思来讲，你若称呼我做代笔的子孙，这是犹太人咧用的话安尼我就甲恁外邦人一点仔关系也无。所以耶稣用一句看起来好亲像拒绝的话来提醒，讲你爱称我做啥？所以耶稣对伊讲安尼了后，咱发现讲，伊无搁再称耶稣做代笔的子孙，伊直接对耶稣讲：主啊，帮助我。咱注意这个称呼主这个称呼都有普世性，因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拢知影主是啥物货。主就是主人，所以咱就是奴仆。所以伊称耶稣做主的时阵，就是承认耶稣是世界所有民族的救主。所以咱看见着耶稣用这句话，用我奉差遣，只是去敲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来帮助伊明白耶稣真实的身份，
耶稣是世界所有民族的救主，民族的救主。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也透过安尼来互伊读这本册的人，因为咱知影马太福音书主要是写互犹太人读的，互这犹太人明白这个道理。耶稣毋是干那是犹太人的救主，毋干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伊也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的救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明白，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过去咱可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譬如讲我细汉的时阵，就有人甲我讲基督信仰是外来的信仰，咱无应该背离传统，咱的传统应该爱信咱家己咱台湾人的信仰。其实甲我讲即句话的人伊对信仰一点仔无了解。咱知影真侪咱即马咧信的信仰，咱所有的传统信仰，其实拢是外来的。甚至咱真侪祖先拢是外来移民，若就台湾本岛来讲，咱来看这张图，这是咱伫300外当前，基督教就传来咱台湾，这是荷兰时代，因传来台湾了，用当地的话所翻译的圣经，就是咱的原住民迄个平埔族的西拉雅民族翻译的圣经，所以若要论真耶稣伫荷兰时代就来到咱台湾，马祖是当时来，马祖是伫地成功以后较来，但是无需要大家知，就是讲比较拢无意思啦，因为耶稣并毋是传教士所带来，伊是对头到尾拢甲咱同在。咱台湾人嘛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救恩要临到咱所有伊所创造的民族身上。咱爱明白这个道理，咱会当突破真侪限制。亲像这个迦南的妇人人，伊掠做耶稣只是犹太人的救主，但是耶稣是全民所有民族的救主。另外，伫遮咱也会当得到第二个信息。耶稣讲：“我奉差遣，只是去敲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阁有第二种意思。耶稣讲这句话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这句话毋是要限制伊工作的范围，也伫犹太人身上。耶稣是咧说明上帝对福音的计划。耶稣讲这句话毋是指福音只是要互犹太人，无要互外邦人。若无耶稣最后嘛袂救这个妇人人的查某囝。耶稣是咧说明，伊主要来到世间的工作，就是要去到耶路撒冷，为着世间人定十字架。然后福音才会伫保罗等等这福音使者的宣扬下面传到外邦去。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如果咱若继续看马太福音书，看到上尾一章，咱会看见到，就是咱上界识的大使命。大使命是安尼讲，讲上帝已经将天顶地面所有的权柄拢赐予我，所以恁爱去，互万国万民拢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所以福音要传到外邦去，要互万国万民拢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咱来理解一点，就是上帝救恩毋是限制某一个民族，但是救恩的传播有先后的顺序。亲像使徒保罗先生所讲的：“我无掠福音做见效，这福音是上帝的大权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外邦人。所以福音的限制是限制伫啥物？限制伫相信的人。”只要咱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咱也当得到这款上帝所赏赐予咱上界重要的礼物。所以，咱明白上帝是一个有计划的上帝。咱做伊的百姓，咱得爱明白伊的计划，而且配合伊的计划，将福音传到万国万民的身上。
第三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啊，咱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吼。当耶稣讲即句话了，马上引起这个妇人人的紧张，伊惊伊家己唯一的愿望会失去，所以马上拍败伫耶稣的脚前讲：主啊，请帮助我。啊，这个时阵吼，耶稣甲伊有一段真精彩的对话。首先，耶稣用当时的犹太人常常用一句的俗语来考验这个妇人人，但是咱来注意这段经文吼，耶稣将这个俗语吼，一个关键的字吼来改变。耶稣讲：摕儿女的食物，互狗仔食是毋对的。啊，一般犹太人吼，因咧讲即句话的时阵吼，迄个狗仔迄个字吼是用野狗，吼，就是伫外面流浪的野狗。但是耶稣将即个字来改变，改做啥？厝内底饲的迄个细只狗仔，所以就是主人所听迄个细只狗仔，甲犹太人一般咧用即个野狗是无共款。所以耶稣伫遮吼，咱来理解，伊毋是用种怨愤的语气对伊讲，反倒当是一种温柔的语调来对伊讲，讲摕儿女的食物互厝内底的狗仔食，这是毋对的。啊！结果这个妇人人马上真有智慧来回答讲：是啊，主啊，但是厝内底所饲的这细只狗啊，嘛会当食主人桌顶落落来饼油啊。伊意思是安尼讲，因为伊真清楚耶稣甲其他犹太人无共款，耶稣是的态度是接纳伊成做厝内底的人，所以伊讲主人若愿意。厝内底的细只狗仔也会当得到福气。伊认为耶稣虽然将伊的工作的焦点放伫以色列人身上，但是外邦人至少嘛会当得到一寡怜悯。所以伫遮咱看见着这妇人人的信心，因为伊深信耶稣有能力去救助伊的查某囝，只要耶稣愿意，伊的确会当行神了。这就是这妇人人的信心嘛。所以耶稣讲：妇人人，你的信心有够大，安尼就照你所爱，甲你成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遮看见着，会当成就这个信仰，就是在伫这个妇人人对耶稣基督完全的信靠，这就是信心啦。最后，咱要来看这段经文，互咱一个真重要、真重要关系母爱的信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迦南的妇人人的查某囝被医治，同时也让咱体验到母爱的伟大。牧师要对三个方向来帮助大家做伙来思考母亲的疼的伟大。伫这段经文中间，咱看到一个母亲的疼吼，伊的疼心是遐尼热切，吼，毋是用咱的理性会当评估的。牧师伫遮讲吼，母爱是真值非理性吼。这非理性甲无理性是无共款的。无理性就是讲，一个人无失去理性，但是非理性的意思是讲，咱袂当用理性来理解母亲的疼。咱看见吼，这段经文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字吼。当这迦南的妇人人伊来求耶稣的时阵，伊是对耶稣讲：主啊，可怜我吧，因为我的查某囝被鬼所附。照你讲吼，被鬼所附、被鬼所困住的是啥物人？是个查某囝嘛。所以咱若普通照理性来讲，咱会答主耶稣讲：主啊，请你可怜我的查某囝吧，对无？但是这个妇人人毋是安尼讲哦，伊是讲：主啊，可怜我吧。所以咱能理解讲，这个伊的查某囝的痛苦，已经变做这个母亲的痛苦。伊将查某囝的艰苦当作家己的艰苦。咱甚至会当讲，这个母亲吼，分袂得将家己查某囝的苦痛拢承受落来，这就是母亲的疼。所以咱有做过父母的，咱拢知啊。囝儿甲查某囝是咱心肝头的一块肉。我细汉破病的时阵，
我大家拢知影，就是我的老爸伫我9岁就过身去啊。啊，我的老母请养阮3个囡仔大汉。迄若厝内底有一个囡仔破病，迄老母是非常非常烦恼，更比家己破病较艰苦。哦，我记我的小妹细汉的时阵有一遍跋倒，啊骹敢变做无平长吼。哦，阮老母就安尼爱伊哦吼。阮兜迄阵住伫5楼啊，吼，无电梯，逐工就安尼爱伊起来，佮爱伊落去，安尼爱伊去看医生。好，较早毋是我破病，因为我较大颗，阮妈妈去爱袂去。哦，啊，你会当理解讲迄个老母的迄个坚强啊吼，迄种对囡仔的疼，甲囡仔破病，咱亲像家己破病同款。咱看到一个妇人人对怀孕、生产、养育、教养，做母亲的一世人的迄心肝头拢是放伫囝儿甲查某囝身上。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少年查某囡仔，啊怀第一胎要生产的时阵，啊因为要生产的囡仔真疼嘛吼，啊疼到挡袂牢，啊就叫迄个边仔的护士小姐讲吼，讲啊即马敢是上界艰苦的时阵吼，啊这护士小姐就来切肝来讲吼，讲啊等即段时间过了吼，接续50天拢遐尼艰苦了。因为吼，我拄则讲过，真正囝儿甲查某囝就是老母的心肝的一块肉。我捌看过迄个年纪真大的，8、90岁的母亲吼，有时阵拍电话来讲伊的囝儿安怎，伊替伊烦恼，替伊操烦。啊，伊的囝已经60、70岁啊，伊还搁咧替伊的囝操烦。所以做母亲的就是安尼。虽然对理性来看吼，照你讲袂安尼，但是因为母亲的疼是超越过理性会当理解。就我的观察吼，当一个查某囡仔变做母亲了，个性拢会真大的改变。伊若去菜市咧买菜的时阵吼，拢甲人斤计较吼，迄算斤算两拢爱真斟酌。但是甲囡仔根本拢袂计较。分袂得讲将家己所有的拢拼出来互囡仔。母亲去做真侪代志吼，算术拢真好，但是看到囡仔算术拢变做无好，因为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疼，超越过咱的理性会当理解，这就是母亲的疼的伟大。佮另外，母亲的疼有第二个特色，就是坚定而且顽强吼。咱看见着迦南的妇人人，互咱看见一个做母亲的伟大。伊呼求耶稣，耶稣继续无要插伊，一句话嘛无要讲，伊继续祈求。啊，门徒叫耶稣来赶走，伊嘛继续无放弃，继续祈求。甚至耶稣看出来，继续互伊歹看面，来拒绝，伊犹原呼求耶稣。伊用这种无放弃的疼来求耶稣，所以咱了解一个做母亲的吼，为着囝儿甲查某囝的好处，一再求耶稣。啊，咱看见伊的信心嘛，安尼一步一步被加强，到最后为伊的查某囝甲家己得到拯救。虽然咱知影这个故事中间是咧咱讲。因为这个迦南妇人人，伊的信心真大，救伊的查某囝。但是咱来理解一点，伊的信心是源自迄个永无放弃的疼。因为伊对伊的查某囝的疼，所以虽然被拒绝一遍，伊犹原无放弃信心。这就是每一个母爱的伟大的所在。最后，咱看见着这母亲的疼吼。互伊的查某囝得到真大的祝福，伊查某囝的病被耶稣基督所医治好。咱看见到这个查某囝是偌尔有福气，有安尼一个遐尼好的母亲，一个好的母亲会当互伊的囝儿甲查某囝得到福气。咱看见到迦南的妇人人是遐尼有智慧。伊知影伊查某囝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会当解决。
所以牧师也要互大家知，咱无法度一世人拢陪咱的囝儿甲查某囝。上介好的方式，就是将信仰介绍互你的囝儿甲查某囝，将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头前，而且当领受到真真正正大的福气。今日是母亲节，牧师期待咱在座所有的做囝儿的。如果你的母亲还佫伫个，请你一定要时常对你的母亲表达你心中的感谢。若有人亲像我吼，相款已经甲一个白色的康乃馨呢，就是母亲已经离开咱了。咱嘛爱时常孝念母亲的疼，用相款的疼来对待咱的囝儿，对咱囝儿上介大的祝福。就是爱将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将这款的信仰交予因，是因一生介大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赏赐阮每一人有一个疼阮的母亲。主，阮恳求你祝福，互在座所有做母亲的，拢会当身体健康，一切顺利。阮也将在座所有做囝儿的，拢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赏赐阮感谢的心，常常会当互阮的老母得到教育的荣耀。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感谢蔡牧师传讲的信息。我的妈妈今年1月28来离开，所以即摆非常想念伊。即点咱要来回应上帝听，请大家唱圣诗431首，基督是咱家庭的主。431首，请起立。
济。即条要请咱儿童主日学各小组来献诗，因要献的头一条是《美妙早起》，第二条是《妈妈的疼》。头一首是天顶的星，第二首是我看见神的疼。
妈，谢谢你们哦，要做乖孩子哦。好。遮个囡仔拢是上帝主耶稣的心肝宝贝，咱拢爱用祈祷来替因祝福。这时，咱要开始奉献。请大家起立，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今仔日对蔡牧师的信息中间了解耶稣的教示是迄个意思，我嘛会当真欣赏学习到迦南妇人人对囝儿坚定的疼，甲对主你坚强的信心。非常感谢你，愿即时奉献淡薄金钱，做你的路用，求你感纳。安尼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请坐。即是简单报告，咱的周报第7页，
基地关怀，第7页基地关怀所在，咱的互咱敬听的会友心理阿弟姊妹，伊是100岁长岁寿来安息主怀伫4月26，定伫5月17，就是后礼拜拜1下午1点半伫本会10楼礼拜堂要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足。咱阁有一位无写伫周报，是咱的会友施丽清、施丽淑姊妹的老母李石珠姊妹伫5月初7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嘛愿上帝安慰因全家族。阁一位是第9页，我受托伫遮第9页，咱的圣乐委员会的消息。伫6月初4、11甲10月25、4拜，拜5暗6点半甲7点20，要伫805的教室，要做要上首宗抽奖体验课，到即久拢无人报名，请大家踊跃来参加。若有意思的，请向团长。咱王清流的执事来报名。我若有时间，我嘛要参加。好，以上。今仔日是母亲节，所以教会有一个礼物要赠送予咱在座已经结婚的女士因为这个礼物比较较特别爱长期较会当使用咱有一个说明的影片，咱请来看这个说明的影片喂，阿母，我等啦。你寄的物件我有收着，但是这是啥货啊？我拢看无了。我看你拢用迄个足大粒的耳机挂伫迄个颔棍安尼伤大粒啦。我想讲迄较细粒插伫耳孔内面，你就会当听音乐嘛会当含我讲话蓝牙这是要哪用啊？我看无呢。你袂晓用无要紧啦，我甲你教。我等下我会用一个影片互你看。首先就是咱摕出来有2粒耳机，搁一个这个是互咱互你保管，搁会当兼充电。只要摕出来，伊就当开始使用。咱拍开咱的手机伫咧设定内面有找到一个蓝牙，了后蓝牙了后，咱开始找。伊蓝牙会去找到一个其他装置，有一个叫做 ADATA， 这牌子的名，你甲伊点入去，伊就开始配对，配对了，开始开，会当使用。你影片看了你若真正看无你甲叫阮弟弟啦、阿辉啦，甲手机含你的迄个耳机甲塞做对，爱配对啦。这是要互你母亲节的礼物啦。等等，谢谢你你个都爱你救命好啦，我嘛爱你啦，救命救命救命！这是要赠送予大家今仔日咱的母亲节礼物请你唔通伫遮拍开，因为有可能连去别人的手机所以等于出来底甲家己来设定咱即马请在座已经结婚的女士起立咱的同工会来分即个礼物予大家已经结婚的女士
囡仔帮咱设定吼。毋过吼，牧师甲大家讲吼，咱毋通拢这物件拢送互咱的囡仔哦吼。这是要送互妈妈的吼。楼顶可能需要较侪动工的吼，楼顶嘿。楼顶好，楼顶。啊，牧师呢上次啊，大家报告吼，今仔是母亲节是特别的日子吼，啊嘛是迄个咱丹花庄长老吼，甲长老娘吼结婚60周年的纪念日吼，咱敢咱请伊起立吼，咱来拍拍啊，来恭喜吼。60周年吼，一家子啦吼，感谢主，感谢主吼。啊，牧师这时阵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吼。这第一位是洪丽萍吼，洪丽萍啊，女士，毋知坐伫倒位？哦，伫遮吼，欢迎欢迎。啊，第二位卢瑜女士哈。来这里都好家哈。第三位是李志宏先生，哦，这是迄个赖胜亨长老的长老娘的大兄，哦，这里啊哈。其他我们大概有第一遍来哦，有吕学明先生哈，伫咱的中间，哦，这是建贤长老的朋友哈。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中间无介绍到的，愿上帝亲自祝福保守看顾。这时，咱们来吟圣诗，新的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伫咱的周报第4页。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谢恩，共受差遣。